主后2022年8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生命的大能。圣经希伯来书第7章15节到28节，咱做伙来读。我咧讲的，互代志搁较清楚。有另外一位亲像未记洗濯的祭司经出现。伊做祭司，毋是根据人的条例规则，是根据袂毁坏的活命的权能。因为圣经有安尼作证：照未记洗濯的班次，你永远做祭司。上面规条约已经无力、无路用，煞受废无。因为摩西的律法，什么代志都无法度成全。另外一方面，有一个较好的愿望已经准备好势，互咱通过这个愿望亲近上帝。搁这个愿望有经过宣誓，入去系统的祭司受设立，无经过宣誓。只有这个耶稣做祭司的时，有经过宣誓。伊的上帝对伊讲：主宣誓，袂改变心意，你永远做祭司。就是因为安尼，耶稣诚做搁较好的约的保证。入去系统的祭司有真济，因为死的阻碍，因袂当继续做。只有耶稣毋免将祭司职交互别人，因为伊永远活着。安尼，通过伊来到上帝面前的人，伊会当救因到底，因为伊永远活着，在替因祈祷。这个大祭司拄拄下咱的需要，伊圣洁，无邪恶，无拉残，对罪人中受分别出来，高升到比天较悬。伊无需要亲像其他的大祭司，逐日着先为着家己，后来为着人民的罪献祭。伊献本身做祭，一遍就完成。摩西的律法任命无完全的人做大祭司，毋过有律法以后，上帝用咒诅任命伊的囝永远做完全的大祭司。以上，生命的大能。希伯来书第7章，作者讲到耶稣诚做大祭司的意义的时，指出耶稣是根据袂毁坏的活命的权能，诚做祭司。作者指出，因为耶稣的圣洁无犯罪，互伊毋免先为家己的罪献祭，搁简单为众人一摆献上家己，就完全持续有功效。这是耶稣基督献上家己的特殊性，也是咱得救的道路。1980年2月28日，当时担任省议员，因为美丽岛事件受压的林义雄律师，去年发生灭门血案。美丽岛事件发生后，台湾政治气氛紧张，执政党对党外的反对运动者发动大围捕，反对运动的领袖差不多无一幸免，全部受掠入监。当当时，林义雄受关伫狱中，老母甲一对双胞胎查某囝煞伫厝内遇害，大查某囝范君受重伤。林范君受重伤送医的消息传出来，拄好到台北探亲的长老教会牧师陈义玉听到消息了后，即时赶到病院。探望心急搁焦虑不安的家属，也带领因祈祷，求上帝
是怜悯伫因的苦难。林体因为发生命案变成凶体，也互附近厝边深感惊吓。一阵关心台湾民主自由的长老教会牧师和信徒讨论了后，决定告买林义雄的厝改建做礼拜堂。经证人努力，1982年4月11日国庆节迄日正式设立义工教会，要伫遮见证上帝公义之光。教会设立了后，开始进行礼拜堂改建，为避免当局的干扰甲破坏，陈福珠和陈武全等牧师轮流带点教会固守。最后，终于互即个无辜者受害流血的地方，诚侪宣讲上帝的慈爱、怜悯、追求公义和平的所在。对台湾民主来讲，义工教会的设立具有重要的意义。捌是祖孙三人丧命的地方，借着耶稣基督牺牲死过我的大能。重新予伊新生命，佮宣告要靠上帝疼，重新点得生命的勇气，甲追求公义和平的决心。义工教会的设立也宣告，教会要伫受伤的地实践上帝的应允。以赛亚书第2章第4节讲，上主会伫列国中施行审判。伫万民中排解纷争，因会将刀拍做犁头，将枪拍做镰刀。虽然咱无法度亲像耶稣基督安尼，一摆就完成救赎的工作，毋过每一摆咱自责，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上帝时，拢是伫向世间人表明，咱是基督的身躯。愿意用耶稣基督的慈爱甲怜悯，追求公义和平，上帝国伫这世界实现。默想，我捌经历耶稣基督生命的大能无？我怎样继续为这做见证？我捌经历耶稣基督生命的大能无？我要怎样继续为着这做见证？咱来祈祷。主上帝，伫我流目屎痛苦伤心地，你用耶稣基督牺牲的疼医治伤痕，佮赐予新的生命力。我为着这献上感谢，求圣神继续保守，互我会时刻倚靠你得到力量。继续奔走人生的道路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